世界卫生大会 （WHO） 当咧随时召开会议，虽然台湾积极争取，也有真侪国家甲咱相挺，不过受到中国甲巴基斯坦的阻碍，这世界卫生组织 （WHO） 今日决定，无要邀请台湾参加即届世界卫生大会。那这卫福部所组成的世卫行动团甲立委考察团，今日下晡也用视讯连线召开会议。卫福部长史瑞元表示，台湾虽然人口无济，不过真愿意贡献家己的力量。 听得到声音吗？会议室人坐到满满，煞因为网络问题，会议一直无法度开始。用我20分钟才排除障碍，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（WHO） 当地瑞士日内华召开。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也派出考察团，各地下昼头一班以视讯连线召开会议。卫福部长史瑞元表示，今年 WHO 有9大重要议题，包括传染病防治、临床试验转做卫生工具等。台湾虽然人口数无济，也非常愿意贡献家己的力量。我们乐意加入这种全球的或者是多国多中心的一些临床试验，在一些新药、新器材的研发上面，或者药品器材的一些引进。史瑞元表示 ，WHO 特别强调要强化急救急危动静手术，台湾也会针对像战争等建立大量伤病患处置流程。过2天，台湾代表团会到瑞士首都伯恩。 考察民防救援措施作为未来施政参考。我们会去考察他们在瑞士的一些防护啦、救难的一些措施那也许也可以来做我们未来施政的一个参考。史瑞元阁表示，台湾要加入 WHO， 不是要求要得到别人的同情，而是透过沟通，让台湾有机会贡献给全球公共卫生议题。也不过，在中国甲巴基斯坦的阻扰之下，世界卫生组织 WHO 决定无邀请台湾参加本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。记者综合报道。